12号方面，日本 Okinawa 1点钟的雨量达到110毫米，真侪所在做大水，那霸机场飞机起降受到影响。波斯林条件话，今年预计有150万人一日性车卖车，当地天气真极端，医疗服务准备好势。真侪人上阵奥运期间，尤其爱带房，房价继续愈花愈悬，却因为伤济房间要出租，继续开始落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天灾消息，因为5升雨的方面，日本 Okinawa 今日是当咧变大雨，有真济所在做大水。南巴市府是对当地超过31万的民众发第2关级的避难警示。对这民众翕的画面当中，咱会看到这车路是当咧做大水，水是真串流，真侪路口已经淹甲无法度过，甚至有车是掉伫咧半中路，民众就只好落车浸伫咧水里刹车。因为这方面的关系，Okinawa的天气是真无稳定。早起10点半左右，真侪城市变强阵雨，1点钟的雨量就达到110毫米。南巴机场嘛，因为单雷公佮落大雨，这停机坪无法度作业，飞机起飞降落拢受到影响。建议咱的民众，若是最近有要去 Okinawa， 就要加注意天气的变化。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 Hunter 去红判3项当罪成立。拜登将是第2届强调讲袂特赦因后生。另外，2024年总统大选上新的民调，官司缠身的前总统 Trump 是以41%的支持率领先拜登的39%。美国总统拜登13伫意大利南部哇 G7 峰会会场的豪华度假胜地法萨诺，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签署一份10年期双边的安全协议，并且伫会后举行联合记者会。2天前，拜登后生亨特假道违法买这轻机被判有罪，依法3项罪名，上悬应判25年的监禁加75万块美金。尽管这审判公布进前，无论是拜登本人也是北京，拢一再表示袂以总统的职权特赦亨特。不过记者也是一直问袂煞，就连伫这场记者会，大家也是一直问这件代志。I said I abide by the jury decision, and I will do that, and I will not pardon him. 另外一方面，路透社甲伊婆所13发表的2024总统大选上新的民调，新派继续创下纪录，刑事罪名的前总统川普以41%的支持率赢拜登的39%。川普迄天伫华府国会山庄俱乐部会晤共和党籍国会议员甲企业领袖、银行业的高层。这是川普伫2021年1月7日国会暴乱事件了后头一摆重回国会山庄。川普伫会中提出要以全关税政策来代替所得税，以及甲企业税对21%降到20%的想法。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卡明伫社群媒体 X 写文章讲到，公司关税来代替收入的所得税，对着中低收入美国人会造成重大打击，有钱好业人是得到好处。又计讲14是川普78岁生日。共和党参议员为川普准备过2个，也佫有2个数字的蜡烛，45加47。代表身为美国第45位总统的川普，若是也伫今年的大选，会成做美国第47位总统。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支持峰会达成协议，要用罗西亚去向冻结的资产生出来利息来抵押，贷款500亿美金援助乌克兰。另外，乌克兰、美国甲日本是签10年的安全协议。美国总统拜登佮讲，要用北约的标准加强军队的合作能力。意大利 G7 峰会第1天，各国达成协议，上近今年年底要动用罗西亚和西方冻结的资产利息来援助乌克兰500亿美金，互看作是支持乌克兰战争甲经济问题的长期方案。Ist die Grundlage dafür geschaffen, dass die Ukraine in der Lage ist, in der nächsten Zeit all das zu beschaffen, was sie beschaffen muss an Waffen, aber auch an Investitionen in den Wiederaufbau oder in die Energieinfrastruktur. 罗西亚互冻结大约3200亿的美金资产，因为国际法的规定，西方各国袂当直接没收，并且转做其他用途。因安尼，敢若会当用这条钱产生的利息来协助乌克兰。根据世界银行进行估计，乌克兰大约需要4860亿的美金才有法度终结。另外，乌克兰伫峰会期间，分别甲美国佮日本签10年安全协议。乌克兰和罗西亚入侵2年多以来，已经和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签另外15项相像的协议，换盟友长期的支持。
这届甲美国的双边安全协议，除了强化乌克兰抵抗俄西亚的能力，也是乌克兰将基本敢会当加入北约的其中一步。Enhancing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our militaries in line with NATO standards. Investing in Ukraine'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so in time, they can supply their own weapons and munitions. 泽伦斯基是补充讲，和日本的安全协议除了有国防安全甲人道主义的援助，嘛包含技术甲金融合作。另外一方面 ，G7 峰会第2天会讨论移民、印太经济安全甲 AI 的议题。日本媒体指出，有关限制 AI 伫军事领域使用的规范，可能会写入去联合声明当中。公司新闻两岸编译。穆斯林的条件过，今年已介绍150万人入入沙烏地阿拉伯的聖城麥加。當地即陣是稱44度的高溫，相對濕度破60%。所以講，當地醫療團隊是已經準備好勢因應深度的身體狀況。一大堆信徒吵，走喺伫麦加的大清真寺内面，因为伫天房的四颗雷啊，对经书念的经文在雕拜。伊斯兰历法的第12个月，佫叫做是雕金月，嘛是全球的穆斯林做伙到麦加来雕金的月份。2024的雕金月是对6月初7开始，到7月初6结束。目前伫麦加当地超过摄氏44度的高温，加上60%以上的相对湿度，穆斯林伫规个雕金的路程中，除了有可能有传染病，嘛有可能会着沙。当然，地主国的相关单位嘛准备好啊。There are shaded areas available, but these will be variable depending on where you are, not only in the ritual, but also where you're staying as well. And some of these will be ventilated with air conditioning, others will just be purely fans, and others will be not shaded at all. 医疗专家嘛提醒去雕像的人要注意加啉水，伫雕像的期间，逐工至少要啉2000cc。伫大清真寺西库里亚的开放空间，会当看到有袂少提供罐装水的服务站。另外，雕像的人敢要风拍，因为宗教的关系会受到限制。Men pilgrims often use umbrellas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the sun, as they cannot wear any hats to cover their heads, while women can. Pilgrims can also wear sunglasses to protect their eyes from the sun. 会当特别讲的，就是麦加的雕像嘛是沙烏地阿拉伯拼經濟的好機會。根據地主國的統計，最近幾年麥加雕像創造的收益是超過1500億美金，暗算2032年會破3500億。الحركة التجارية تكون ممتازة ويكون الأسواق ممتازة ويكون الحجاج يعني يتقضوا هدايا من مكان مكرمة من أطهر بقاع الأرض فهم يشتروهم من هنا عشان البركة. 2024的麦加雕像伫加沙战争之下同款进行，为着和平来祈福，变做真侪来雕像的人共同的愿望。沙烏地政府本地拍算招待1000个对加沙来的死傷者的家屬到麥加来雕像，但佫限制這個期間袂當有政治性的活動，安怎表達挺巴勒斯坦人變做真麻煩的問題。公司新聞次家人編譯。歐盟為着護市場，宣布要甲中國的電動車扣重稅，中國就放掉講要甲因反制，可能會提關歐洲進口石油車，也佫有白蘭地酒的關稅，可能嘛會針對豬肉佫有零製品做反補貼的調查。歐方的做法涉嫌違反世貿組織規則，是赤裸裸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中方保留向世貿組織提起訴訟的權利。歐盟宣布對中國進口電動車家庭收上懸38%的暫時性反補貼關稅，後個月初4就有效。引起中國內部強烈的不滿，已經有企業向有關部門提出正式的申請，要求對原產地歐盟國家的豬肉甲零製品進行反傾銷，也有反補貼調查。海關數據顯示，中國去年進口155萬噸的豬肉，其中超過一半是歐盟來。西班牙是當地上界大的供應國，另外歐盟嘛是中國第2大零製品來源地，去年佔中國總進口額3%。不過法國、荷蘭甲丹麥是這兩種農產品攏愛靠中國市場。中國今年1月已經對歐盟進口的 brandy 進行反傾銷利潤調查，所可能提高歐盟大排氣量汽油車的進口關稅，也有可能對歐盟農產品進行反制。雙方的貿易緊張一直升懸，已經引起歐盟農民的緊張。不過這種發展也嘛拄啊好替紐西蘭製造機會。China, as New Zealand's #1
trade partner, taking well over a quarter of all New Zealand exports is a key component of achieving that goal. And so I think a focus on exporting more value-added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could ensure long-term sustainable growth in that relationship. 紐西蘭目前是中國上界大嘅年製品供應國，後面產品若是去予中國保護，可能會轉向擴大向紐西蘭這個國家進口。中國總理李強這兩天拄好佇紐西蘭訪問，國家紐西蘭總理盧克森舉行會談，雙方除了談判人權議題以外，也同意擴大貿易甲投資合作。紐西蘭去年對中國出口總額超過120億美金，紐國政府希望10年內，讓這個數字會當加一倍成長。李強已經公開承諾，會協助紐西蘭達成這個目標。公司新聞陳慧敏編譯。2024年巴黎奧運7月底就要起考啊！霹靂舞這個項目是頭一屆放列入比賽項目，真受關注。對咱台灣的觀眾朋友來講，除了解時陣會當關注比賽內容，佫會當支持咱台灣的陽光。其實伊毋是比賽選手，是奧運霹靂舞的總負責人陳碧君，是咱台灣人。伊佇咧霹靂舞界付出是受到全世界肯定，實在有夠厲害。一個人佇舞蹈教室輕快跳舞，對舞蹈老師學習霹靂舞。這個老師毋是別人，是捌得到霹靂舞全球決賽冠軍的美國舞將艾德拉。伊講，這種佇1970年代紐約街頭文化流行的舞蹈是藝術運動。伊期待今年熱天霹靂舞頭一屆上奧運舞台，會當有精彩表演。I think breaking is going to do so well in Paris. Like, I pray that we bring the most hype, that we steal attention from the other sports. 伫頂一屆東京奧運處辦運動頭一屆出現，2024巴黎奧運頭一屆設立霹靂舞的項目。這種舞蹈需要舞者發揮創造力，對音樂節奏展現真困難超過技巧甲舞步。伊對伊個比賽方式，互看比賽的民眾目睭唔甘念。因為霹靂舞未正為2028年洛杉磯奧運的項目，艾德拉講伊會盡全力來爭取為伊個奧運金牌。It's more like, dang, this is a moment I can create to bring traction to whatever I want to share, and I represent the culture, I represent the dance. 這屆夏季奧運期間，也是巴黎塞納河100年來頭一屆開放落水。之前法國政府開15億美金，整治充滿垃圾水的塞納河，預定要做游泳甲鐵人3項比賽的場地。雖然國際奧會掛保證，講塞納河的水質無問題，不過嘛坦白承認，若是去拄到大雨，也可能會增加水中的大腸桿菌。巴黎官員是講，已經打造大型的設施，要防止大量雨水流入塞納河。不過，巴黎奧運選舉拄到汹湧來的法國政治風波，像講國會要佇奧運開幕前3禮拜舉行大選，處理奧運相關事務的職位，像講體育部長，選舉了後也有可能會換負責人。公司新聞牛眼編譯。講到奧運，大家除了關注運動比賽，主辦國家甲主辦城市就是象徵伊帶來經濟效益。這回伊估是會有1500萬的遊客湧入巴黎。去遐遊覽當然是無可能，干那一天一定愛過暝。所以講，這房間嘅介紹就愈畫愈懸。根據外國媒體報道，過去巴黎市區平均旅館一暝是169塊歐元，好代表就是5000塊左右，就已經無介俗啊。這奧運嘅期間竟然是愈來愈貴，捌發到699塊歐元，好代表就是24000左右。真濟民眾看講遮爾好賺，就規氣請清潔公司來整理家己的徛家，甲家己的厝嘛洗出去，互遊客住。所以講，這租地期的空房間，對去年8月是干那6.5萬間，這陣竟然已經有13萬間。大家攏想要趁奧運這期間賺一條，結果真夠大，顛倒造成反效果。根據這分析平台 AirDNA 資料，4月中抑閣有2/3的房間也未租出去，已經有業者已經開始咧講介紹啊。目前這款狀況對咱遊客抑閣消費者來講是有利的。所以講到時陣，大家若有要去，會當加比幾間啊，應該也有袂少選擇。以上提供予咱的觀眾朋友參考。
奥运后个月就要开始，将会和巴黎在这边成做全世界的焦点。有一寡伫巴黎有厝的厝主，想要伫奥运这段期间，甲厝租出去赚一条啊，即马有淡薄失望，因为今年初底渐出现抢房的热潮了，市场即马已经降温，像这栋伫咧巴黎11区，换82矿场27平的公寓，环境舒适，会当住8个人。奥运期间住一晚350欧元到550欧元之间。介绍正标准，严过拢无人订，主要是因为市场供应已经饱和。巴黎会当出租的厝，自去年8月65000户，到今年8月已经冲到13万户。The supply ha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and many people have added their properties on platforms such as Airbnb or Booking.com. As a result, prices are not going to increase by a factor of 10, but rather by a factor of 3 or 4 for premium and luxury flats, and ratios of 1 to 3 for more average flats. 一年前，像这间17平的厝，伫暑假住一晚要1000欧元，换算台票3万桶。严过到今年4月，才减到一半，剩508欧元。即马就连热门景点附近的高级旅馆订房的情形也无啥好，介绍连续几落个月一直半，因为即马有更加侪俗的厝会当做短期。Initially, we were hoping to triple our usual prices for this period, but that's proving difficult to achieve. So we've decided to go for double. We thought we'd fill our hotels more quickly and get more requests from groups, but that hasn't been the case. 根据市场调查，今年奥运期间旅馆的订房率，即马差不多28%，甲去年的24%比小可较悬一些。业界估计，伫奥运期间订房率上悬只敢若70%。这个时阵找厝可能有更加好的绩效。除了订房业者以外，零售业者也希望会当发奥运财。1500万观光客消费力正可观。不过自春天到奥运开幕的进行这段期间，照理讲坐过的人应该会变多。不过因为最近天气无稳定，连续一段时间拢是乌阴天佮落雨，所以巴黎人若想要出门坐过，看到这种天气，甚至规拢难耐。Les petits enfants, un temps comme ça, on peut vendre, au lieu de, je sais pas, 150, 200 cornets, on va en vendre une vingtaine ou une trentaine. Donc c'est quand même une très grosse différence. Donc ça peut être même 10 fois moins. Maintenant, ça va dépendre des jours. Nous, c'est vraiment calé le mercredi, vendredi, samedi, dimanche. Ce sont de très grosses journées. L'année dernière, on est à 30% de chiffre d'affaires en moins, forcément. Les gens ont envie de sortir, ils veulent sortir du télétravail, revenir sur les terrasses parisiennes, profiter un peu de Paris avant les épreuves les épreuves sportives qui vont pas tarder, donc non, c'est pas parfait pour l'instant. 气象专家讲，春天的气候本来就无啥稳定，不过连续拢是乌阴天，确实是反常。这是因为高气压挡伫咧遐无震动，自中欧加北欧的低气压拢比平均较悬。和高海拔的低气压规拢走来法国，落天湿淡冷，大家较无想要出门，消费也减少。有一寡店规矩卖雨伞，换这种方式靠天气赚钱。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辑。上新全球护照的排名公布，前三名是新加坡、意大利甲西班牙，咱台湾是排伫咧69名。全世界是有100国，互咱台湾的护照免签证就当入境。不过，对咱台湾上界严格国家是乔治亚，目前敢若得到当地邀请去参加活动比赛，也是飞机才会当摕到签证，无是拢袂当去的。外交部是表示会继续争取。咱领务局办护照的人共款是叉，休热就要到啊！真侪民众是特别来办护照，好出国来享受假期。小孩护照5年到要更换，马来西亚吧，去1个礼拜，目前还没有问题啊，就很好用啊。是拿护照的啦，去日本大概玩5到6天。通机场的人共款一大堆。最近全球签证指南网站 Visa Guide 公布全球上强护照的排名，199个国家内面，新加坡以91.15分排第1，意大利排第2，西班牙排第3，台湾以69.46分排第第69名，比去年底是进步1名。中国32.65分排第117名，除了新加坡是冠军，日本排第13，是亚洲表现上好的2国。我很高兴成为新加坡公民，国家管理得好吧？他会特别才要，不然都不用。
其实台湾护照是得到100国互咱免签入境，另外有47国爱申请签证，9国会当申请电子旅行证，40国会当申请电子签，29国落地签证。不过有一国Georgia是拒绝咱国的护照持照入境。外交部及相关住处正透过不同管道积极尽洽乔治亚政府，呼吁该国不应采取与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背道而驰的做法，无端限制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及合作机会。外交部表示讲，会持续来争取和Georgia互惠互利的做法，改善国人入境Georgia的签证待遇。目前除非是互Georgia邀请参加当地活动比赛还是会议，才会当用个案的方式摕到签证。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酒馆是真侪上班族下班了后休假的好所在，嘛有真侪外国游客会开始去体验当地酒馆文化。今日是拜五暗，咱嘛做伙来说说。几个美国游客伫导游的带领之下，今日客场伫东京巷仔内一间伫2楼的细间酒馆。这虽然空间真小，阁无对外的窗仔，却互人感觉真舒适。要点什么凉的，食什么小菜，拢是互换吧台穿好好的妈妈桑替你亲切来服务。There are so many snack bars around Japan. The quiz. Now, how many snack bars are there in Japan? 中导游开始考试，互酒馆内面的气氛是搁较热热。The answer is. 食饭饱了，大家开始唱卡拉 OK。我伫日本住一段时间的诺拉，伊唱日本歌，搁真有日本人的气口。当然，美国人上熟的嘛是英文老歌。诺拉讲，伊较早住伫日本的时阵，拢唔知影要安怎入去这细间酒馆，因为这种饮酒的所在，定拢是男性的人客较侪。伊真欢喜，即马有机会参加旅游业者推出的这种体验行程。You know, we have bars in America, but it's just a completely different culture. I feel like in Japan, they really emphasize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regulars or of whatnot. And it's not just about the drinking, it's also about being able to socialize with that tight-knit community. So I felt like that was a really fun experience. 事实上，这种细间酒馆早期是对红灯区来的。二战结束了后，一个日本妇女为了要维持生活，提供性服务。但是1964年日本主办奥运的时阵，互取缔，在妇女中国伫个街仔落底菜单，后壁则搬去较矮的室内，但甲搭拢维持妈妈桑经营的模式，而且发展出各种主题，有特定的客群。自分が何か嫌なことがあった時もなかなか SNS だと、そういうところっ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難し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在这间高度富主题的小酒馆内面，逐罐架放的酒拢有挂人客的相片。旅游业者讲，来到细间酒馆，大家面对面开讲，在妈妈桑真高做主持人之下，千份人嘛拢变朋友，变作定定来的人客。这嘛是小酒馆谁若甲搭拢袂无去，甚至伫最近变作外国人体验日本酒吧文化的新卖点。公司新闻站回密编译。除了酒馆，夜生活阁有另外一款，就是夜店。这夜店就更较考验体力。一寡有会有家庭的，可能是无方便，嘛较袂堪折，都无法度算到半暝。即阵英国有业者专门开拜六下晡场的夜店，都真受中年人的欢迎。这半年来，所有的场拢已经卖了了。一般主流的夜店拢是放电音、嘻哈或者是 K-pop 音乐。不过，伫咧伦敦的这间夜店 Here at Alternate， 拜六下昼3点开始的派对 ，DJ 放的是80年代歌曲，表面的大荧幕是放1T 外星人、浑身是劲、热舞17这款老电影的精彩内容。因为对舞台内面这款对音乐、跳舞、唱歌的男男女女来讲，这是因少年时阵的记忆。It's really good. It's really good fun. Yeah, I think it's a great idea. And yeah, you can't believe it's a Saturday afternoon in London up here where real life is happening, and you go down there and it's like being in my 20s again. Yeah, it's really good fun. 甲夜店营业的时间自暗时10点提早到下昼3点，是伫咧英国五路市场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回这个历史广泛活动的电影人强尼·欧文，去年12月伫咧雪菲尔办第一场。
门票17英镑，真紧就卖了了。所来伫咧伦敦、诺丁汉、格拉斯哥、纽卡索等城市，要一直办到今年5月，也就是半年来所有订售的票拢已经卖出去。 What's really exciting about Day Fever is it's new. This is a new concept. They've took the world by storm. It's the second event, I believe, and they've already sold out across the UK, which is absolutely mega and quite unheard of for a day party, especially. So it's very impressive, and it's definitely doing good for us as a venue and music and the nightlife in London. People still want to party. You know, whether you're in your 40s, 50s, 60s, 70s, like you still have the energy and want to go and do that. 来参加理事共办这个作文的人，大部分不同时的理事爱上班，暗时爱等于厝的顾囡仔。就这种伫咧暗时到夜店跳舞的日子，对因的体力甲时间来讲，拢已经是无可能的任务。会当有机会伫咧拜六下昼离开不同时紧张的生活，好好享受这种华丽夜店文化。如果会当伫咧暗时8点就结束，赶等于厝叫囡仔去困，无怪反应会这么好。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